拜五暗时，有一架捷星航空的机帮要为东京飞来台湾，不过半中途有人无爽快，飞机是赶紧歇伫咧台北。有旅客就批评讲，这当事人的状况其实唔是爱随送去病院的程度，而且别的旅客要改机票返来台湾，航空公司嘛无补偿。放伫飞行机顶突发状况的相片，有网友伫社公发文表示，家己暂时无法度返来台湾，因为原本坐12月20为东京成田机场起飞的班机，起飞1点钟了后，突然宣布要伫关西机场降落。机场的其他乘客也用影片记录唔知要安怎的民众，感觉家己真正真像难民。根据了解，这架最新的 GK11飞行机标定日本时间12月20暗10点15分为东京成田起飞，有计当天透早1点20分到桃园机场，也毋过机场亲像有2名日本女性乘客身体无爽快，随后就伫饭店0点18分紧急降落台北的关西机场，也毋过迄当时机顶的医术乘客积极无医疗协助的急迫性。随着就是急救人员走下了那个飞机，他们甚至都带了就是 AED 那种就是电击器来了。那来其实有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？那乘客表示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的，所以轮椅也没有用。不要说急救了，其实他们就在那边讲了大概20-30分钟。旅客表示，落机了后，方通知爱家己改坐班机，加上班机拢客满，多数拢家己提钱买其他航空的班机返台。也有旅客不满，最新强调班机取消才会当提款，改价无地地，机场无伫提款的范围，所以中买的机票也无法度补偿，亲像风棒混搅。伫台湾要飞日本的旅客也因为飞行机取消，元旦假期也受影响。因为廉价航空通常它跟其他航空公司不会有任何相关的签转协议，所以呢，它不会帮你去做任何的后续处理。民众在搭乘之前，可以考虑先行投保所谓的旅行不便险。不少人出国旅游为着省花机票钱，会选择坐廉价航空。也毋过专家也提醒，若行程变动愈大，还是建议坐一般的航空，佮了解相关规则，互旅途更较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